我哋會利用電壓感應器研究一下線圈嘅質數、磁鐵移向同埋移離線圈嘅速率，對線圈所感生嘅電動勢大小有乜嘢影響？啟動數據記錄程式，將電壓感應器設定成高靈敏度以及高取樣率，展示電壓時間關係線圖，開始記錄數據，將磁棒嘅北極向下，然後喺線圈對上20厘米高嘅位置放開磁棒，停止記錄數據，觀察所得嘅實時電壓時間關係線圖。當磁棒進入同埋離開線圈嗰陣，喺線圈感生嘅電動勢係點樣嘅呢？將20匝嘅線圈換成40匝嘅線圈，得出另一個電壓時間關係線圖。線圈嘅質數對線圈所感生嘅電動勢有乜嘢影響呢？呢一次從較高處放開磁棒，令磁棒以較高嘅速率下落，觀察所得嘅電壓時間關係線圖。磁棒移向同埋移離線圈嘅速率對線圈所感生嘅電動勢有乜嘢影響呢？